2026金沙中國澳門國際10公里長跑賽賽事日交通安排。賽事將會喺3月15號早上7點舉行，起點設於西環湖廣場，終點設於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西環湖廣場迴旋處喺3月15號星期日凌晨0時實施有限度通車，而其餘賽道將於凌晨3點起實施有限度通車，並於凌晨4點30分開始逐步封閉賽道，禁止車輛通行。期間，由於西環大橋氹仔往澳門方向將用作比賽路段，市民可使用友誼大橋或澳門大橋由氹仔前往澳門半島。為減低對道路使用嘅影響，賽道將分段解封。西環湖廣場同觀光塔街喺4點30分封閉，8點30分解封。西環大橋氹仔往澳門方向喺6點封閉，9點重開。東亞運大馬路同東亞運街喺5點封閉，10點重開。望德聖母灣大馬路喺5點封閉，10點重開。路氹連貫公路原營地同路氹連貫公路喺6點封閉，10點重開。新城大馬路往望德聖母灣大馬路車道喺5點封閉，10點重開。新城大馬路與望德聖母灣大馬路交界路口喺6點封閉，10點重開。奧林匹克游泳館原營地喺5點封閉，10點重開。望德聖母灣大馬路近奧林匹克游泳館一邊喺5點封閉，11點重開。賽道餘下路段將於比賽完結後陸續解封。組委會呼籲市民留意相關臨時改道措施同及早安排出行路線，並留意現場改道指示牌以及聽從現場交通警員嘅指示。各參賽者同相關工作人員可以選擇乘坐多條夜間或日間巴士路線前往西環湖廣場附近。完成賽事後，參賽者可乘坐輕軌或以上巴士路線從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離開。詳情可瀏覽賽事官方網頁 www.macau10k.com。多謝各位。